消息来看到，歌戏国宝杨丽花头尾让16年杀上新的电视歌戏作品《忠孝节义》。下礼拜二伫要来咱台视上场，为了要来传承歌戏，杨丽花咧即届新戏特别经20个新演员，由国宝杨丽花和头教西亚陈阿兰，也有镜头武术台语这专业的老师一个一个教，会当互国宝杨丽花亲身来指导，大家演员拢感觉足光彩，讲比带武时生囝运搁较行大运。 伊无靠性命来救我，今生非伊无嫁。半春秋时代建国的美林，每一个脚步手路拢互观众杀个要死，互人真想要知影伊是虾米人。原来是歌戏国宝杨丽花为着培养后辈，专工选20个新人做回来搬新的戏。大王有旨，就将真姬公主许配就收。我回去我可以跟天上的奶奶讲说，阿嬷，我去国宝杨丽花搞教歌戏安尼，你有欢喜无？ 互国宝杨丽花指点搬戏的技术，互新演员一直讲真正是赚到啊！杨丽花为着看教新人，咧教的时阵嘛拢无唱播。伊拢会教导说，演戏要放轻松，家己的感觉做出来就对啊。互国宝加持过，就是无共款，就算是新的演员表演出来感觉嘛共款，真够格。杨丽花为着互新演员的演技更加进步，佮找专业的老师来一个一个教。现场我们还是会立即的教导。 包括导演啊，或者是我跟杨阿姨，为着推广歌戏，国宝杨丽花搁一届登来搬电视剧，杀新的戏《忠孝节义》出来，这回用20个新演员，希望歌戏会当搁一届轰动全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